나, 도마, 어, 먼저, 어, 요즘 뭐가를 중시,首先呢，要向波卡杨斯仁波切还有堪布东岳仁波切为主的所有的堪布仁波切们、善知识们，还有这个佛学院的学僧、尼众寺院的所有的尼众们，还有网络收看的听法的所有的法友们大家扎西德勒。那么今天呢，应该是这一次将近一个月课程的，也就是讲解米居多杰传记课程活动的将近也到了尾声了。本来的从一开始呢，我自己也没有信心说可以讲完。那原因是呢，就是这次讲课的课程内容非常的这个复杂，然后同时也内容是比较多的，再加上这个时间也是比较紧凑。那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可以说最密集的一个月当中，每天这样子不停上课，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子。但是呢，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这一次因为这个新冠的疫情，那的确很多人就哪都去不了了，就只能待在家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比较有一些时间能够学习。那么，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这次的疫情，心就比较向法，然后内心当中似乎也升起了那么一点点的出离心，所以我想就借着这次的机会吧，所以如果安排这样一个课程的话，会蛮好的。那么明天呢，应该就是圆满日了。但是按照原本的计划来说，本来讲21天、21堂课，但是缺了一堂。本来之前的想法是要补3天的课但是呢，这个看我目前身体的情况，可能是没办法了。那么应该是之前这个讲课太用力了，准备的太用力了，所以这个医生呢就跟我说还是要休息一下。那我自己来看也是觉得说，如果太勉强自己的话，可能最后就要进医院了。所以我想我也不勉强自己，所以就可以说，本来21堂课的计划缺了一堂，所以只上了20堂课。那或许明年呢，再有机会再跟大家说了。음, 다들이, 다들이 대양에 가르쳐야 있잖아. 다 무튀니 남탈리지 마디, 다 바지 슈구미. 那今天我想就不再多说妙行自传的妙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今年呢，最好是就停在了讲到发菩提心这个部分，因为在之后就是这个行持的部分了，行持菩提心的部分就有很多个要点，所以如果今年停在这个发菩提心这个部分，刚好是一个段落，
这样会比较好。那所以明年开始的时候，就直接从就是发心行持菩提心的部分，我觉得就比较好。不然今年如果也开始了一点菩提心的行持的部分，就会怕会搞乱，所以就不多说妙行自传了。但是呢，接着在上一堂课谈到的一些内容哦，我想继续把它讲完整一些。也就是我们谈到了法王噶玛巴米觉多杰，在他的一生当中，我们知道最开始他制定了这个噶县大营的规约，同时向他减少许多新年表演的活动，同时呢，他也婉拒了这个夏多康地区很多这些富有的这些施主们的邀请，然后反而前往到卫藏这个地方。但卫藏这个地方呢，其实相对来说康地来讲相对康区来讲，那边的人是缺乏佛法的信心，而且也没有什么施主，甚至那边的环境是非常的荒凉，连绿草都很稀少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他反而是在这样一个卫藏地方，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人邀请的情况之下，他就前往那里住下。主要的原因是法王米觉多杰觉得在那里没有这种所谓的恶食就是不善行为而谋得的食物，同时也没有这种太多的诱惑散乱这样的问题，所以决定住在那里。那么尤其呢，当时卫藏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地巴，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地方的首长。那因为当时就是被这种当时有分为在一个日崩的时代的之后，然后在藏波的之前，总之在两个朝代之间，所以当时在卫藏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地巴，所以各种的这种朝代转换的时候，所以各种派系之间的这种争权夺利的情况是非常的频繁的，不管是官员也好，或者是各个这些宗教领袖之间也都有各种的这些争夺权力的一些情况。所以如果要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必须非常的善巧，那并不容易的，因为你各方都不能得罪，所以这是一个困难点，但他还是选择住在那里。然而大部分的时间呢，法王呢他是选择住在的是一个安静的，然后比较简单不复杂的像这种山区，卫藏那里的山区的地方。所以由于他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荒凉的地方吧，所以他身边的这些眷属其实都非常的质疑他为什么我们不让我们待在那些对我们有信心，而且呢又很自由的这个康区，还有或者像工部这些地方，却要待在像卫藏这样一个和康区比起来又没有信徒也没有供养的地方。就像住在这样一个卫藏的地方，没有办法像在康区那样子弘扬佛法，不要说弘扬佛法了，甚至说这个任何自由也都没有。而且呢，什么事情都要看人眼色去行事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根本是自讨苦吃吧。所以当时他身边很多人是这样子想所以这些怀疑的人呢，很多忍不住就最后选择离开了，回到他们各自的地方去。那这部分我们在上一堂课中大概讲过了。那么讲到这里，那听起来，那法王米觉多杰是不是一个好像很自私或者说一个很固执、冥顽不灵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因为他什么人的话他都不听嘛，他非常的就是他想的就得按他想的这样去做。
那就像是要弘扬噶举教，他是不是一个好像不在乎噶举的教法是不是兴盛这样的一个自私或者这样一个很顽固的人呢？那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得还是回到他的内心、他的个性来看，尤其从他小时候来看，他从小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很怎么说独立自主的人吧。这是他的个性，其实是比较独特的。他是一个很有原则、很独立自主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是一个这种言听计从的人，他很有原则。所以因此呢，你看到他过去历史当中，他甚至连明朝皇帝的邀请他都婉拒了。那当时噶谦的注重那边的人大部分都说你一定要去啊，皇帝的邀请，但是他既然婉拒了，甚至连当时这个噶谦大营的总管都对米觉多杰说不行你一定要去这个去应邀到这个中国去接受明朝皇帝的邀请。但是这个米觉多杰还是婉拒了。同时呢，米觉多杰呢，他对于要依止桑杰拈巴为上师也是非常的坚持了。但是当时在噶谦注重的人来讲，他们并不希望桑杰拈巴成为他的上师。但是法王米觉多杰知道桑杰拈巴是这样一位具德的这样一位大师，所以他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坚持着一定要依止他为上师。那还有那一世的夏玛仁波切本来他也很想依止的，但主要是因为他圆寂了，所以没有办法依止到那一世的夏玛仁波切。同时我们知道第七世法王却扎嘉措的时候，当时噶谦大营是非常兴盛的，而且活动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米觉多杰他自己决定说要减少这些太多的活动，这全都是他个人的这样的决定，都不是任何人的请求或者告诉他要这样做。那事实上也没有人敢那样子去请求他。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一个人，同时他的个性呢也是很坚毅的，而且呢他是很果断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因此因为他这样的个性，你看噶谦大营当时我们知道说第七世法王圆寂之后，本来噶谦大营都开始没落了嘛，不只是没落，而且非常的这个糟糕混乱的那段时候，就是因为米觉多杰他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他让噶谦大营可以得到一个复苏跟振兴。尤其因为他的恩德那么我们现在还领受到他的恩德，就是他比过去历代噶玛巴做了更为伟大的事业，就是兴建了多所冈仓噶举的佛学院，尤其在噶谦大营里面建立了显称佛学院，叫噶玛雄路林，还有密乘佛学院日增康觉林。同时大营当中呢，还有300-400个茅棚的人都是精进于闭关实修。所以这个所谓的茅棚就是他一个个人的，有点像一个个人的帐篷，然后有这样子个人帐篷300-400个，这里面的人都是在精进的闭关实修。当时这些修行人被称为叫 Jobja， 就是住茅棚的人，或者说住于这样子的单独个人帐篷的人。他们甚至晚上不睡，他们那个僧裙的那个僧带绑带也是不会解开的，他们是不会躺下来睡的，就像是现在我们说3年3个月传统闭关的僧人都是要禅坐着睡是一样的所以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说晚上他睡觉嘛，睡得很舒服，平躺在床上还有枕头，
不是的。所以像这样子的桌布啊，这样子在住于这样子个人茅棚、个人帐篷修持的人就有300-400个人。不仅如此，米觉多杰呢还广修这种身口意的所依哦，像是寺院啊、佛塔呀、经书等等。尤其呢，还有据说是米觉多杰的法王的化身哦，来自这个雅队的南卡扎西，还有来自达波国巴的囊措斯者这2人哦。那他们2人又分别创立了噶日派的绘画，还有这种造像这样子的工艺哦。所以从上面种种这些例子来说，米觉多杰是一个很自私或者说一个冥顽不灵的人吗？不是的。那甚至你看到他在乎的不是噶坚大隐表面上的兴盛，像是他也不会像是对某种这里，比如说像是要保护父亲传给他的这个茶碗一般的这样去的心要去弘扬噶千，不是的，他不是因为执着对于某种家族事业的执迷而这样子弘扬噶千大隐，不是。他真正的在乎和一心努力的是真正从内里从真实上要如何去弘扬佛教的文思和实修，而且弘扬西藏文化。所以你可以看到米觉多杰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有原则，然后同时很独立自主的一个人。也由于他这样子的一种坚毅的性格，有这样子的原则所以他对于这个佛教的弘扬，还有西藏文化事业的弘扬都非常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看他的个性，他不是一个这种很遵循这个传统的人，他不会说过去噶玛巴这么做，所以我也得这么做。他喜欢，他是一个很喜欢创新的人。怎么知道呢？从他的传记当中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尤其呢在他的一部著作叫做《百段教言》中有一段是对于叫做姑热巴的第8姑温的这样的一个开示当中有提到。这里的大意是说，这一段米觉多杰说，有些人很多上师会讲，他会说出一些和过去的上师们不同的一些教法内容，甚至弘法方式也不同。所以有些人就说这位这样子的一个上师他的作为内容说法都和过去上师不同，因此他的法是不清净的，甚至对他不想医治他，然后甚至对他升起这样的邪见。但米觉多杰认为，有些这些上师他现在的比如说弘法的方式，他的行仪虽然和过去的祖师他们的传统有少许的一些不同，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说他们的佛行事业是不清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众生呢，它是具有无量的，是不同的根器和兴趣，所以为了要帮助他们，那么所以这位上师他就需要具备无量的各种的弘法的方式和行仪，才能利益到他们。所以很多上师他能够符合当代、符合当时的人们的需求，他们具有这样的智慧、慈悲和勇气的这样子的上师，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是要对他们升起信心和恭敬的，而不是去诋毁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上师的一切
解脱的行仪，还有他弘法的方式啊，或教学的内容，都是为了帮助什么呢？就是亲近我们众生的心而说的。他不会是因为只是为了要弘扬过去某种传统而说的，那不是他的动机跟目的的，他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亲近现在我们的心绪而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你就知道米居多杰他的个性是什么了，很清楚。尤其呢，米居多杰呢，当时很多人就是噶举教派当中自己的人也都会批评他的是，认为噶玛巴他的见解和过去噶玛巴都不同，尤其和前一世噶玛巴不同，很多人这样说他。譬如说第三世噶玛巴，还有让出多杰或第七世噶玛巴缺扎加措，他们的见解主要是中观他空见的见解，或者说是第三转法轮的这样子的见解。从这两位噶玛巴他们的著作讲述当中看到都这些内容，但是米觉多杰呢，他却否定了这个他空或者说第三转法轮的内容，而成立了自空的一些见解。所以当时很多这些噶举的弟子认为米居多杰怎么会说这些中观自空或者说所谓的应成派的见解，会觉得这实在是不妥的，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因此批评他。甚至是米居多杰他自己的弟子也都常常会一个字的想法去解释米居多杰的说法，甚至有的会说，其实米居多杰他真的内心真的是就是自空见的见解，但也有他的弟子解释说，不是，米居多其实他内心可不是自空，他内心真实来讲是他空见等等，有两种不同的，他弟子就有这样两派。但是不管弟子怎么说吧，我们自己从米居多杰的传记当中或者他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到，他主要在说就是自空见。同时对于像滚天沙丘巴还有杰以仓贡罗许努贝大师等等这些以他空见为主的这些大师们，他都给予这种破斥否定。所以从见解上来讲，他也是一个很特殊，都跟过去噶玛巴不太一样。但这部分呢比较广的说，可能详细我们明年再讲，就不多说。总而言之呢，米居多杰他不是这样子一个冥顽不灵的人，或者是冥顽不化的人，不是。他其实非常的灵活，他也很有创意总是会符合当时人们需要什么而给予他们需要的东西。举例来说，当时像噶千大营，当时你看他也没有特别在意噶千大营师的活动有多少，而他比较专注噶千大营的佛学院。同时呢，他甚至也广大的弘扬噶千大营中的文化文艺这些比较软性的这些内容，他不断的去弘扬。那么尤其在噶千的可以说文化当中特殊的就是噶千的文化是很特殊的一种文化。所以我想讲到噶千文化的时候，我就想讲一下这个有关噶玛的噶日这样一个绘画的特殊点。当然讲到这个绘画的部分，西藏的绘画这个记忆的部分，我想就太广了，内容太多了。那之前只有休息一天嘛，就是昨天只有休息一天，发现这一天也不太够，没办法就是针对西藏绘画这部分准备的太好了。
所以今天就是简略的讲一下，可能明年再讲多一些吧。所以今天简略会讲一下西藏的这种绘画，还有尤其是这个噶谦的这种绘画风派啊。那么首先谈一下这个噶玛、噶日或者是噶日这样一个名称哦，就是噶玛、噶谦的绘画，这意思。一般呢，我们会把这个噶日写成噶吉，噶字也有翻成噶字有噶字，但我觉得还是写成噶日是比较好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写成是噶吉，或者中文翻成噶兹哦，噶兹，可能会跟同样出自噶谦大音许多这种书法哦，可能会搞混。因为吉兹这个音译，藏文的音译兹，它也是代表书法的意思，所以它跟绘画没办法分辨，会搞混是不是某种书法。所以我觉得为了能够清楚，要分清楚绘画跟书法，所以我想把噶谦大银的这种绘画的方式应该改成噶日，日的意思就是专指绘画，所以噶日比较好。而对于那些书法，说成是噶吉会比较好，就是说噶兹就是指那些书法。但是至于这样子的分类是不是很合理呢？我想那是专家们的事了。那总之呢，噶兹或者是噶日，但从名称上就很清楚知道它的派别源流是属于噶谦的这样一个绘画。所以这种噶日的画派呢，它最先就是在噶谦大银父子或者说噶玛巴父子的指示和指导之下呢，然后那些绘画大师们以过去的西藏画风为本，加上了其他民族的一些绘画手法和形式内容，开创出来一种新的画派，叫做噶日画派。接着之后呢，历代的噶玛巴父子众、师徒众，然后直接和间接的在弘扬之下呢，这个画风就延续至今。所以这样一个画风就被称为叫噶日的画风。所以你可以看到，光是这个名称噶，就是有噶谦大银的意思，而且它是由噶谦大银的父子，或者说噶玛巴父子师徒，在他们的恩德之下、指导之下而开展出来的一个独树一格的这样的一种画风，叫做噶日的画派。那么西藏自己不共的这种传统的绘画风格，尤其是噶日画派这种风格是什么时候开始呢？首先讲到西藏的绘画哦，我们看到西藏从前红期的时候，大概是第7、8世纪的时候，在西藏建了拉萨、贝嘎、桑耶、康苏敏多卓等等寺院，我们现在都还看得到。那像是现在我们能够在拉萨的一个大殿叫夏惹，应该夏惹大殿的壁画上哦，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就是有一段文字记载说，就是在第7、第8世纪，我们先看到在那个时候绘画的壁画上哦。总之还有这一段文字就写说是谁写的，然后是什么时代所写的，所以当时就有这样子的壁画的的传统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些学者提到说，很多人会说，像大昭寺的这个佛像啊，是从这个中国带来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学者的说法，这样的一个大昭寺的佛像呢，是在西藏自己制造而成的，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在公元804年，
在有一个旧的一个洞窟哦，有一个大日如来的石刻，在康扎亚拉这个地方。还有在806年新建的，在康嘎的节骨镇的比大日如来的这样一个石刻。这个寺院现在是创古仁波切，就创古寺呢，他们禅古寺呢的管辖之下哦。那总之这些看当时的雕刻绘画，现在还有的，还看得到。那尤其呢，我们在西藏的赞普时代，我们就知道当时也就有这样的绘画，而且画师会把自己的名字哦也会写下来，在他的画作旁边会写下他的名字。那么像是在敦煌的敦煌石窟里面得到的几幅画像，像一个是药师佛和千手观音的一个画像哦，它是在西元836年那时候的这样一幅绘画，绘画的人叫做巴央的一个僧人。目前像这两幅绘画呢，就收藏于大英博物馆。那像这两幅绘画里面也有提到这是由巴央的僧人所绘，在龙年所绘，然后中这有一段文字就记载是这个，大概是这段文字或者说西藏的第一幅就是画师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的第一幅画作。那么之后后弘期的时候，当时有像大义师仁钦桑波，他是在西元958年诞生，圆寂于1055年。然后这位仁钦桑波大义是在996年的时候呢，在托林还有廓恰娘妈达波等等这些地方地名他新建了寺院。像现在还有很出名的一个叫托林寺，就有托林寺的壁画，还有在库努地区的这个达波这样的壁画，还有东嘎沙锅的洞窟，还有瓦谦洞窟的壁画，现在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都是西藏的可以说很重要的一些壁画，这些艺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在托林寺的这个壁画。你托林给做了行对不对的？大卡线对不对？卡线呢？这个呢就是托林寺的壁画了。有一些是大义师仁钦桑波那个时候绘画的，但有一些是应该是之后画上去的。那这是公元10世纪的一所寺院，也就是996年西元996年新建的寺院。之后还有一位大福藏师叫扎巴公谢，他是西元1012年诞生的。他呢，这位大福藏师在1081年的时候，到了扎汤这个地方，新建了一所寺院。从那个时候开始那这个寺院就有他的代表，叫做琼内跟琼崔这两个人，在1093年的时候把整个寺院有新建完成，所以有这样一所扎堂寺很出名。那这个扎堂寺的壁画现在也都保存得很好，没有受到破坏。那我也投影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扎堂寺的，这是扎堂寺的壁画。这个公元11世纪左右的壁画了。之后在公元12世纪末，也就是噶玛巴都松前巴那个时代了，第一是噶玛巴时代。那么在他的上半生的时候，
从康嘎瓦这个地方有一个造像师，出名的造像师叫 Gura 拉谦，他主要会绘画哦，但同时他也会造像，就是塑像，塑造佛像。那么由这位大师所造的佛像，还有成为后来噶谦大营的一个重要的具备了7种殊胜功德的杜松前巴的一尊像，这是有出自他这位大师的手。但是后来文革的时候，这一尊杜松前巴像被毁了。但是据说呢，这个杜松前巴像里面的这些装藏物有一位妇女保存了，当时由他等于说救回来保存下来，后来又供养给噶玛寺。那么这位 Gura 拉谦，这位出自他的手的佛像那现收藏后来收藏在蛮多寺院当中，今天就不多给各位看。之后在噶玛巴西的时候，那么在1263年之后呢，噶玛巴西他到了偏於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这个造像师就叫巴西，然后当时就请了这位也叫巴西的这个造像师到了楚部，建立了塑造这个楚部大佛，叫占布岩。那它的材质有铜这个黄金银等等各种珍宝等等的，这样这个铜可以说开模造成的制作而成的佛像，大概是当时全西藏的第一尊这么大的第一尊这个铸造的佛像。但文革那个时候呢，这尊大佛没有被毁，就是因为它太大了，没办法被毁掉。后来大概是70年的时候，在楚布寺周围的某个这个铁匠吧，他就知道这个楚布大佛呢，楚布寺大佛是由这个铜制嘛，是这个灌注而成的嘛，所以他就很聪明，他就知道说那应该要烧它才会这个烧得坏。他动了这样恶念，结果真的就是被这个人他给烧了。所以不然如果不是他的话，这个楚布大佛呢到现在应该还是可以保存着的。事实上讲到这个楚布寺的大佛在兴建过程中也有很多殊胜的一些故事可能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讲。那之后呢，然后一个小鹿故乡有这样的一个扎巴港村，这位大师在1306年在夏鲁这个地方也重建了一个寺院。那这个重新由他新建的夏鲁寺的壁画呢，现在也是保存着的，这就是夏鲁寺的这个壁画。这是公元14世纪左右的一个壁画。之后西元1370年到1425年之间呢，还有这个江孜的这个巴阔觉殿的这样应该是白居寺，它的也有很多的壁画，还有很多的造像佛塔等等。还有在1427年后来在1427年在新建这个佛塔，就是白居寺，江孜的白居寺也叫做10万佛塔到现在都看得到。那这个白居寺里面的这个壁画给各位看一下，那这就是白居寺里面的这个壁画。那这个壁画的画师，江孜白居寺的画师呢有2位，是很出名的2位这个画师，一个叫白鸠仁谦，一个叫苏nam班鸠。班鸠仁谦跟苏nam班鸠
就是缅唐这样的绘画派哦，画风的，他这位大师的传承的很多的他的带出来的弟子当中的2位。对不起，是这位缅唐画风的这位大师的老师是这2位，不然一般来说，缅唐这个画风的这个面拉顿珠这位大师都会说他只有1位老师，后面会这个叫都只有1位，但这里提到是有2位哦，这不只是那1位，还有这2位就是白居寺的壁画的画师。那么可以说呢，在14世纪、15世纪之前的大部分西藏的画风都是印度尼泊尔的画风，而且其中又主要是尼泊尔的画风为主。所以，他西藏自己不共的绘画风格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么有一位叫做比丘仁钦秋竹，他是1664年诞生的，他是17世纪的人哦。他在1704年他在楚布寺的时候撰写了一部叫做《大日光明》的书。这本书呢是说对于佛陀造像标准论述一个叫善妙精髓的一部释论。那这里面大意是说提到说，西藏最早的画风是以撇日为主，就是尼泊尔画风为主。然后之后呢，有文殊菩萨的化身叫面拉顿珠。这位面拉顿珠呢，他诞生在洛扎的缅唐地区。那么他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洛扎缅唐这个地方，像我们画画的时候会用那个朱砂嘛，红色的那个颜料，或者我们印泥有没有那个红色那个颜料？总之，他们家乡就有这样的一个矿，应该是朱砂的矿。另外呢，因为他是在家人所以他是有妻子的，但后来和他妻子不和，所以他就离开他的妻子离开他的家乡，他就四处的流浪。那之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后藏。总之他在一个地方就首先找到了一个放着笔的笔袋等等，他就想要开始画画，有这样一个因缘。先到那个地方看到这个笔袋就想画画。之后他就到了后藏，他就想说有谁会画画呢？他想一直他去学习。后来有个叫做多巴扎西囊杰就跟他学习绘画。他不仅学习绘画，而且呢，他自己呢还可以一起前身他就一起自己前身是投身在中国的时候。总之他就在中国时就看到应该在他因为在看到了扎汤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幅中国的丝卷画卷，总之他就想到回忆起前身，他曾经是投身在中国的时候，他看过这种中国画卷的画风，所以因此呢，他就创立了他自己的绘画风格。同时呢，他也依照这个时轮和圣乐经典当中都有提到佛像应该有的标准比例绘画方式等等，他就创立了一个叫缅唐的画派，而且他撰写了一个这个缅唐画派的一个论著。另外呢，之后呢，
在有一次这个观音尊者的第五世吧，他的梦中呢就梦到说会有一个文殊菩萨的化身隔天会来，所以隔天呢就是这位免汤顿珠呢就来见他，所以观音叫简敦主吧尊者，他因为这样梦，所以他就称为他叫做文殊菩萨。同时呢，当时呢，观音尊者在兴建这个扎什伦布寺的时候，那个扎什伦布寺的这个壁画就有这个大成就者、84大成就者，然后还有16罗汉的壁画等等，那都是好像都是请他来绘画的。虽然现在扎什伦布寺的壁画还看得到，但是似乎有一点变暗了，就是只有一个样子而已，就是都不太清楚了。就是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最近几年，有一幅唐卡背后写着说面拉顿珠所绘画的一个唐卡，我最近得到这幅唐卡，给各位看一下，就这一幅，由他这位面拉顿珠所写的，他所画的。因为在这一幅唐卡的背后就很清楚写着是说由他所绘画的，所以这一幅大概是没有争议的，就真的是出自于面拉顿珠所绘的，是在萨迦那个地方得到的。也因为看到了这幅绘画，所以我们就知道有面拉免唐画派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免唐画派，也让我觉得说我们应该真的好好再去研究一下这个画派，它是真的有的。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画师，他和面拉顿珠有同一位老师，他们同一位师承的一个这位画师叫做千哲清末，他是来自孔嘎这个地方。他们虽然老师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又有一些不同的画风，所以总之他也有了自己的画风画派，所以他就叫做清哲画派，这样子有两个，所以在西藏来讲就称为是如日月般出名的这两大画派。那这个清哲的画派呢，还是很多的，尤其西藏在拉萨的孔嘎这个地方，现在好像名称是不同了。总之，在这个孔嘎金刚座，这是萨迦派很重要的一个祖庭。在萨迦派这个祖庭当中，就有清哲这位清哲阡陌他所画的这个序典的这些不同的本尊，所以这就是给各位看到的这个投影，就是这个。本来还有一幅唐卡要放，结果忘了，所以可能明天再给各位看。所以这里有两个，一个就是缅的画风，缅派跟清派这两个，清哲派跟缅唐派。另外还有一个叫朱古球，他很喜欢画画，他也很精通，很喜欢画画，所以总是呢，他的背上总是会背着扛着这些画笔这些各种的工具，然后他就到处行走，去找寻这些好的画画的范本或者说找好的老师。所以因为他总是走来走去，跑来跑去，飞来飞去，所以呢就给他个名字叫做球，球就是鸟，所以他就给他一个名字叫球，叫鸟。
那为什么叫竹谷呢？但它应该不是现在我们说转世仁波切那种竹谷，不是的，而是呢过去许多的绘画的画师都叫做工巧竹谷。我们有分工巧明啊、一方明啊等等等等。我们说竹谷有分成几种，有一种叫殊胜的竹谷，就是我们说转世竹谷；再一种呢就是叫工巧的竹谷。那工巧的竹谷指的呢，就是比如说绘画唐卡啊，或者说这个造像啊，这个指塑造佛像啊等等这样的竹谷。所以这里的竹谷起屋，它不是说转世仁波切的意思。所以总之呢，这个竹谷起屋呢，它在前面这两派的画风之上，总之它的绘画和前面两个派别都不太一样，尤其呢是它在用色上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和其他教派不太一样。总之呢，以上大概提到这几个画派，西藏的画派，但大部分都是缅路、缅派、缅唐派、清哲派，还有就是这个叫竹谷起屋派这三者。那么总之呢，前面有引用了这个比丘人间秋竹在楚布寺所写的那一部论著是可以说最早的这样一部绘画的书籍。之后呢，在1688年，那应该说之前吧，1688年还有一部是第四桑吉嘉措所写的更详细的一个记录。同时呢，他在1679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占卜庄严灵塔的一个目录中也有提到，这个大意就是说，就是最主要呢，西藏的这个绘画工艺技术艺术是主要是尼泊尔画派，之后呢都是多巴扎西贾瓦的弟子，就是刚刚谈到的洛扎的缅汤瓦，还有的缅派，还有刚刚的清哲谦波的清哲派等等等等，还有那个起屋竹谷起屋这三种有提到。所以总之呢，你看到关于这两个画派，就是缅唐派跟清哲派的画风呢，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这一位第四桑杰嘉措的著作当中提到。但是这部这么重要的西藏绘画的著述当中，只字未提这个噶日，就是噶谦的这个绘画都没有提到。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或许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非常的压制这个噶举派吧，所以也因此就比较压制这个噶日的绘画派连绘画上的噶日这个也被这个等于说压制。之后呢，在1673年的时候有一位格西叫丹增奔作诞生，他是这个医学上很出名，那么尤其在艺术上美术艺术上，他有一个叫用色如何使用颜色次第这样一部著作中也有提到前面那个第四桑杰嘉措所写的有关西藏绘画的这些历史相似的一些记载历史。同样，这位格西还写了一个叫开光加持的一个广说的一部论，他是在1716年的时候写的。总之在这里面的也提到内容差不多，跟刚刚第四桑杰嘉措提到都是有那三个派别，都是这样。所以总之呢，在西藏里面，西藏人自己开始的这种西藏传统的画风，可以说第一个就是缅唐画风，然后清哲谦末，第一个是缅唐派，第二个是清哲派，那这两个大概同时期，然后之后第三个是竹谷起屋，这三个派别，然后之后才慢慢又开始有其他不同的一些画风。那么至于噶日的这个画风呢，
那最早的这个噶日画风的记载呢，是谁呢？那最近呢，在西藏找到的一部很古老的一个画册，叫做大日光明哦，叫做《佛像论述善妙藏书》。这个作者是谁呢？就是加唐出来的比丘仁谦丘竹，仁谦主丘，就前面谈到仁谦丘竹。他呢，在8、9岁的时候，他见到了第9世噶玛巴圈印多杰。噶玛巴圈印多杰呢，现在来说，很多这些西方的这些学者，尤其是对于西藏绘画研究的学者，就提到这个第9世噶玛巴圈印多杰是在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家，绘画艺术家。那其实圈印多杰呢，他主要是上半身是学习 Menji 的这个传统，下半身呢主要是学了克什米尔还有这个中国的这种绘画画风，所以他是结合了很多的这种绘画的手法哦，形成了第9世噶玛巴圈印多杰他自己独创一格的一种，不管是在形象造像上、人物上，或者说颜色用色上，非常特别的一个画风。很多时候你一看你就知道，哦，这是第9世噶玛巴所画的。但是你问这个圈印多杰，他是噶吉的这个画师之一吗？但也很难说，也不能说他是就是噶日的画风，不是的。总之呢，讲回来，这位比丘仁谦丘竹，他呢8、9岁见过第9世噶玛巴。当时呢，法王就让他画了1、2幅这个佛像啊，还有罗汉像。画完之后，他还为这些绘画开光，而且还跟他说，授记说，未来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师，加持他。后来这位比丘他20岁的时候，第6世加查巴，就是叫罗布桑波跟他说呢，现在呢，就是噶兹的这种绘画派只有他一人持有了，所以呢，只有一个人持有，这个人叫做阿古内座，就是叫做鹦鹉的一个画师持有。所以怎么画师都是跟鸟有关啊，一个是鹦鹉，这是鸟。总之他家长就说，为了不要使这个画风没落，你也要精进学习。那这个这个竹谷鹦鹉这个画师是谁呢？他是这个昆丘偏滇的，刚刚有谈到说南卡扎西还有昆丘偏滇这2个人是同时代的人。那么他是呢昆丘偏滇的传承弟子，就是阿古，这个竹谷鹦鹉，他同时也是第6世下马却吉旺处的侍者，而且是阿巴竹谷诺真的弟子。他呢名称叫做养间竹谷退巴，这是他的名字叫养间竹谷退巴。他能够呢很特别，他能够记起7世之前的他总能够记起7世的这个故事，所以他呢很特别，这个画师他就记得他前世投身为第5世噶玛巴跟前的一只鹦鹉，所以当时第5世夏玛巴说了很多法，所以他是那只鹦鹉，他就听了很多的佛法，所以这样的一个熏习呢，他今生从小就很聪明很有智慧，所以他的名称就叫做竹谷鹦鹉，鹦鹉竹谷，哪座就是鹦鹉竹谷。那么听说那时候他见到他，就是这个比丘僧主比丘仁谦丘竹见到他的时候，是他已经71岁了。那当时这位画师他也是生活很贫困，然后总之他就跟随他学画9个月，学了绘画9个月之后呢，这位竹谷鹦鹉竹谷画师那就圆寂了。但可以说这位比丘仁谦
州主最主要就是跟随他学到了所有的这个嘎日的这个画风，所以当时呢，第六世扎查巴诺布桑波才会说，哇，现在嘎日的画风就只有那一位主古鹦鹉他持有着。之后呢，又有一位画师叫做翠佩的画师，那么就跟他说，他在7年之前就开始请求就是这个比丘仁钦主就要写下一部有关嘎支的著作，所以呢，这位比丘仁钦丘主呢，就在41岁的时候，在1704年在之前谈到，在楚布寺就写下了这部著作。但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著作是一个论著，它是对于一个叫关于佛像造像的论述，叫善妙藏的这部论著的论述。但这部善妙藏这个根本颂的作者是谁，现在是不清楚的。但我觉得要找出来很重要，因为他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最早一本关于噶日派的一个绘画，而且又是最纯正的这样一部著作。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个噶日派的，就是可以说噶谦这样的一个绘画学派的弟子们，都应该好好研究这部论。那对于这个画师叫做鹦鹉的这个主古画师他的故事其实在第13世噶玛巴的教言集中也有提到。那句的内容提到说，五世昆丘延腊师名叫月尔之鹦鹉，后世成为一僧人，名主果阿布捻奏，于诸绘画极善巧。所以就是在第5世夏玛巴昆丘延腊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叫声很好听的一个鹦鹉叫捻奏，那他的叫声非常的好听。那后来呢，他转世成为一个僧人，然后是一个画师，所以他就名为朱姑阿布捻奏，就是鹦鹉主古。所以这部论著这个比丘仁谦丘主的这部论著中还提到又提到了很多噶日的这些噶日的画风的内容，提到很多。那我们还是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还剩一点点要讲的。我来说，打把这个里我就是许下的要满着。好的。刚刚之前的投影当中呢，有一个是我之前讲错的，所以再重复一次比较好，因为之后这个这才是扎汤寺的壁画那么刚刚放错了，刚刚放的下面那一幅放成了这个夏鲁寺的照片的壁画，所以总之要以这一幅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刚刚要没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清哲阡陌的这个传统它的绘画，也就是收藏在孔嘎多杰殿，就是萨迦的这个祖庭之一的这个壁画当中，它不只是有这些密序的绘画，还有竹巴嘎举的这样一个祖庭里面呢也有竹巴嘎举的历代祖师的绘画。那么依照噶陀的一位大师者这个卫藏志当中有提到，这个
卓巴嘎举的祖庭的壁画应该就是这个清哲哦，这个清哲阡陌他所画的，就是这个，很清楚，这应该就是清哲派这个画风，所以应该是就是噶多斯图确吉嘉措在他的卫藏志哦，这个当中有记载哦，就是这个朱巴嘎举的寺院的朱巴嘎举祖师的一个壁画，这应该就是千哲维塞所画的清哲阡陌所画的。那但这还是要再去研究，但应该是他画的。所以之前我们提到这位仁谦主丘，不是丘卓，仁谦主丘，这个他在他的那部著作当中啊，这位比丘有提到说，那我的传承又是什么呢？所以他就写下说，他自己的传承就是嘎日、嘎兹这样的画风，我就不逐字逐句的讲啊，就是大意是说呢，有一个竹姑南卡扎西，他开创了这个嘎日的画风。那这一位竹姑南卡扎西，他是出生在雅堆这个地方。他小的时候，米觉多杰就说哦，这位竹姑南卡扎西是米觉多杰自己的化身哦。当时米觉多杰有这么说过。米觉多杰不只是这样子说，而且呢，甚至说他是为了要这个新建各种牲口艺所依的这样的一个化身。然后之后他受到萨玛昆丘衍那的指示，就有一个来自耶的一个人呢，叫做昆丘潘爹，他是从耶这个地方来的。在那个地方有很多这些工艺师，尤其许多的西藏过去的书法家，在卫藏地区很多的书法家都是从这个这个地方而来的，而有很多的这种画师也都是从这个地方而来。那这位叫昆丘潘爹，那一种说法是呢，这个他是这个文成公主的这个化身。总之呢，萨玛昆丘衍那呢，就跟这个南卡扎西说，你要就对他说，然后呢，扎查巴敦珠就对这个昆丘潘爹呢给予指示，然后要依据这个过去面汤的这个传统，然后还要以这个明朝的中国式的山水为背景。那么因为在第五世噶玛巴的时候，当时呢永乐皇帝呢，当时他到中国去的时候有许多各种的这种殊胜的瑞相嘛，然后后来就当时有绘画当时有记载下来。当时据说呢，那幅画有2幅，一个呢是留在了皇室，一个呢供养给这个的印谢巴，然后后来也放在楚布寺，现在还保留着。所以呢，这里就说，依照这2位仁波切指示，要他们2位呢就以这样的明朝的这些山水为背景然后开启了噶日的画风。同样呢，那上面这个是刚刚谈到的是绘画的传统，然后再来还有造像师呢，很出名的是有达波国洼的一个叫伽玛斯哲，也叫做达波果女，这样的一位很大智者。
据说呢，它也被称为是第八世伽玛的化身。那这样的一个造像师的传统之后传给了叫伽玛仁谦等等，有很多的这些造像师哦，工艺家就有出现。那总之，在这个比丘这个著作者这位比丘仁谦竹丘的时候，他就说，但现在这个造像的这种传统是已经没落了。所以从他的这段文字看到。伽玛嘎吉呢，这是由南姆卡扎西，好像就是由主古南姆卡扎西从他所开始的。但是呢，这里你会看到，除了有提到主古扎西之外，还有主古潘德也做了很多帮助，一个受到夏玛人这些指示，一个受到加查们这些指示，开启这个噶日画派。所以噶日画派呢，不只是主古扎西南姆卡扎西开始，还有叫昆卓潘德加瓦开始。另外呢，还有在近代有关噶日派历史最主要的一个依据著作，就是张贡罗卓太爷的知识宝藏当中有记载，就提到呢，主古南姆卡扎西诞生在亚隆，他被米芝多杰称为是化身，他的化身。同时呢，受到夏玛昆虫严腊的指示。另外还有来自叶的这样一个文成公主化身的昆丘潘登贾瓦，他受到加查巴敦珠的指示，然后等等，就像前面一样提到，依照了一些缅汤传统为基础，还有明朝的这种画风为依据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大致内容都差不多，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更清楚一些。所以噶日的画风开始创始者就是主古南姆卡扎西，但是呢，在依照比丘仁谦丘珠的说法，雅对的这个主古潘德呢，他也是这个噶日派画风很重要的开始时的一个重要的画师之一哦。所以明天可能会多讲一些这个南姆卡扎西还有潘德这两位潘德主古这两位可以说噶日画风的祖师开启者，我想再多做一些解释。那么今天时间不是很多，先是因为之前我准备的时间不太够，然后再来今天讲说的时间也不太多，所以呢就今天不讲太多了，可能明年再讲一些这个噶日画风的内容。那么噶日的这个绘画方式现在西藏还有很多人在这么做，但是对于噶日派的这个画风的历史还是有很多不明或者空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补充去补上这一段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比如说噶日这个画风，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它是怎么弘扬起来的，然后之后我们现在还被认为是噶日的这个画风的绘画的手法呀，还有形象上跟过去真的当时噶日派的绘画的内容形象有什么不同吗？那从我自己的观察上来看，这个噶日派的传承说是有，但是似乎很多的绘画手法都是有些改变了，有一些加入了自己的东西，所以感觉上没有真的把噶日的画风真正它特殊的地方彰显出来。那么尤其可能明天会再给大家看一下第10世噶玛巴确印多杰的一些绘画唐卡。那么由第10世噶玛巴确印多杰的逝者所写的一个第10世噶玛巴的传记最近我得到了，所以
里面这个逝者所写的传记里面就有很清楚提到第10世噶玛巴全印多杰的这个绘画画风的一些的内容，所以我想可能可以比较好的跟各位做个介绍。但因为明天没办法讲太多，时间关系，而且呢，因为还要课诵，那明天要念的可能是念诵这个噶举道歌海。那这是由第8世噶玛巴美觉多杰所撰写的，最主要的内容是由他所写的。我们以他所写的那个为骨架为基础，再加上了马密达松的上师成就法，然后其他的道歌就不用念太多。那我也没有太多仪式，比如说要戴法帽这些没有。那么主要是由这个不丹的巴莫竹德的尼寺他们来念诵。那因为怕网路关系不好，所以他们事先录好了。那就怕网络不好会断了，所以就先请他们先录好了。那我们就明天会跟着一起念诵。好的，大概是这样。